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3，旧历的8月29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是这个流浪狗惹出的事端。南投市一个54岁太太骑机车，骑到一个路口，拄到4、5只流浪狗伫道路顶乌白撞，其中一只乌狗佫弄到太太的机车。这个太太为着要闪狗，是当场来刹车，佫粗行5、6米远，是疼甲坐伫个涂骹爬袂起来。 54岁姓柯的负责人桥倒摆弄到乌狗，从咧冰车练一练了，厝够远，疼甲干来当一日涂骹徛袂起来。另外一个监视器翕到这个负责人骑车经过路口时，拄到一群狗，其中一只黄狗挖得真近，为着要闪去弄到另外一只乌狗，伊阵咧冰车，也有4只狗伫边啊。附近的民众一个听到烧龙的声，随走出来要斗相共，有人斗叫救护车，也有2、3只狗佫走倒来车祸现场伫看。他说他表示自己为了闪狗，然后骑机车自摔。 这个负责人身躯刺伤，被送去病院。车祸地点伫南投市区，在地人讲，一直拢有流浪狗伫出入，而且5、6只一阵乌白撞。推小孩子出去，其实都会害怕。当然要改善啦，当然就是要进行一下绝育的动作。在地人烦恼讲，这流浪狗会去咬囡仔，还是老大人，嘛惊讲会造成交通的意外。政策是友善动物城市吧，维持公共安全的狗群，我们一定会处理。 那其他比较温驯的，我们就不会移除。县政府表示讲，中央法规规定讲，要推行友善动物城市，流浪狗若是无足车要讲加，这款伤害性行为就袂当抓。因过流浪狗行为歹预料，这个负责人就是为了要闪这流浪狗才会离残。这流浪狗伫大路呢4脚未撞，无咬人，也毋过已经造成车祸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